重要一点，就是说它接了台八以后，台八跟我们的国一、国三啊有接哈，所以变成未来哈3条横向这个纵向的道路哈，彼此得到一个连结哈。那我们看台南的这个路网哈，北边就是台八市有到这个西滨，那这一条就变成国八哈，然后接到我们的这个郑文溪桥，也是到西滨哈，它是对于整个我们七股跟安南哈的这个观光的发展是非常重要。那这个桥因为它跨过郑文溪，再往南就是台江国家公园，所以它在环保生态上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哈，包括它的肉墩，包括刚才我们局长报告的它的造型的设计哈，因为这里整个台南的这个海边，这里是包括候鸟哈、水鸟啊的构境，那另外就是我们黑面琵鹭的这个栖息地哈，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设计上面也花了非常多力气哈，我们也可以想象。未来这座桥在整个郑文溪的这个出海口，所以它势必是一个安全景观的一个大桥哈。我觉得它除了在安南跟七股的这个整个的观光的发展以外，对台南市的发展也非常的重要哈。无这条路的情景下，算交通较无方便。咱若假使要对安平过，你来个对国姓桥走去安民路。哦，走你这个汽车大众路车，靠活动去探过到安平，啊，所以这条若通了，直接过，探过咱土城，探过咱到咱安平，哦，这条要探过到咱安平，未来会咱地方带来繁荣，啊，佮带来大发展安尼，啊，完则有生意的，这个生意有大家有钱赚安尼，哦，这是阮做地方基层的一种上要看的这个愿望安尼。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2005年到现在17年，所以地方也盼了很久，但是很多公共工程都是要一棒接一棒，一步接一步，赶快台61线赶快连下来，不仅是对地方一个重要的事情，也对台61线的整体路网的形成也很重要。因此呢，我们都很谢谢我们关系各位里长各位议员各位立委，大家都非常关心，千呼万唤始出来。那现在我们的新建经费现在到96亿，终于能够这个成功的开始要动工了。谢谢王部长能够最后拍板定案，也谢谢各位会当这个划时代对咱台南市的交通，对台61线的整个的贯通，南北的流通足重要的，会台61线。闸门溪桥会当这个动工，刷来过闸门溪了后，进入安南区，伊的路线大家嘛足关心，希望接下来一直继续做，一直到高雄安尼南高之间，以及南部地区的这个路线就会更完整。另外是我们欢迎收看1月1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过去安南区的13店总头寮甲新寮顶部落拢受到淹水威胁，不过伫中央甲地方合作持续兴建抽水站甲整治排水系统以后，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效。1号总经费3亿外，安中抽水站嘛正式动土，期待明年9月完工，会当摆脱过去有安中河的恶梦。安南区因为地势较低，内水无容易排出去，需要透过机械加速将内水排入下游河段，降低积水淹水的情形。所以市府伫安中路二段37项的空地，将新起安中抽水站，干那0.29公顷的用地征收，得爱1亿外。不过，该案伫营建署3亿外补助，1号上午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动土仪式，李位陈廷辉以及各界民代甲在地乡亲拢到场，做伙见证市府持续治水，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嘛希望将安中河成为历史。动土开始，一枪头，大家平安，迎亲得过，二枪头。
顺利连起一条。三枪头，就把钢铁弯弯，气温汹涌，再度掌声喝彩。同时也因为过去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海寮排水容易受外水顶拖，就是它的那个它是一个赶潮的问题。那每次大概是一个台风豪雨来的时候呢，造成我们这个排水的上游的社区它的内水没办法排入，也就是会造成积水。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大概检讨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防洪闸门的一个设置，那避免这个海水的一个倒灌。那设了闸门之后呢，当然我们的一个抽水站体就必须要来做一个抽排水可以把上游的水可以做排出。抽水站是一件事，能够把这个排水的这个沟渠管道这个以及相关的这个沟渠都能够清淤，这很重要的那所以说我们希望说，一方面抽水站要做好，一方面排水的通路排水的管道要清好，那这样子才能够因应这个将来可能产生的剧烈天气变化，或者是短时强降雨的这种情形。那希望说工程一切顺利，保障市民朋友的健康跟安全。伫地方拢也未有抽水站的时，刘伟丹天辉就对无较有争取治水预算，交代本年了还未了5座抽水站，以及目前关键的安中抽水站、甲13电排水系统等等，拢成为治水的里程碑。所以你看咱安中河，伫遐解决了，我安中河还是无法度解决，伫东安拢无法度解决，要安怎办？就是要从涵乡湘涵。对小涵开始做，咱嘛找水利署个营建署来看过几落道，甲咱里长、地方的里长，大家来看，嘛是无法度到尾，都是一定要学涵乡做涵乡。所以咱嘛知影这工程做了嘛是造成地方，可是做了之后，解决了。那现在就是咱13电，咱13电，咱原电力家，头多我们的局长就有讲，这个原电力这地要安怎处理？安中抽水站就是一个关键。安中抽水站动土以后，预计113年9月完工启用，希望伫雨季来临之前会当尽速完成，因应极端气候的变化。今日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为因应过年期间淡市可能有大量的观光人潮，所以交通局特别公布交通疏运的计划。其中过去上台的安平，伫初一到初8将提供免费的接驳公车，其中每天嘛呼吁大家利用大众运输来行村。市府嘛设立疏运指挥中心，除了疏解交通，而且所违规同款的强烈执法，并无假期。交通局长王敏德表示，每一当过年期间，游客上介意来安平，因为停车场有限，所以透过记者会呼吁游客过年来会当停王城路或者是安益路等停车场，到时拢有免费接驳车到周边的景点。当然，市场并台南观光的同时，嘛惊大塞车，所以呼吁市民甲游客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市府伫过年期间嘛设立疏运指挥中心，让疏解交通有违规共款执法，来保障大家有一个平安快乐的新年，让民众有一个快乐又安全的春节假期，而且让这个我们的交通秩序得以维持。当然，我们也需要希望说市民朋友以及外来的来台南度假的各位好朋友能够多多帮忙，多多配合。那当然，我们也要在这个这个交通事故，我们希望说今年的交通事故的今年假期交通事故要比去年还要再少一些。那所以事前的宣导很重要，那交通秩序的维持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保障大家有一个快乐、安全、平安的新年假期。春节期间，市府为了处理第一时间的交通问题，有控了298-8944的专线，服务无中断。及相关交通的所得资讯，会当上交通局的网站，或者是下载台南好停、大台南公车等 App 来查询。台南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
旺兔顺利哦，我们取。针对2012年开始举办的新华年会大街，每一档拢吸引超过20万的人次，大约有2200万的业绩。只是前2档受到疫情影响来暂停，今年确定对1月13号到19号延长到7天，希望冲关买气，再创营运的好成绩。新华年会大街对1801年开办以来，主要是台南重要的市集。每一档伫遮丰富的年节盘手、南北货甲农特产品上当的招传嘛，已经全国出名。只是110年因为疫情停办，旧年拄开幕嘛，因为疫情紧急暂停，所以今年恢复举办，摊商甲乡亲拢相当的期待。市府都来严格评选出真侪优质的年会厂商，同时佮将时间延长到7天。其中委托邀请民众13号到19号来踅街消费，有机会抽 iPhone 电视等大奖以外，买当规划一撮台南三乡指定的山区旅游。新化年货大街已经是全台湾，至少是全台南最厉害的一个年货大街之一，在全台湾也是享有盛名即嘛，咱今年佫把这个时间以前往年有5天的，有3天的，咱即嘛把年货大街延长到7天。7天，一方面有更多的好朋友会当有时间来选购，一方面买到吼，咱好朋友来新化来逛年货大街，逛新化老街佫来做者迄个所在通逛通踅，佫有去迄个新化果菜市场咱新的所在已经变成全台湾热门的景点，佫会当对来年货大街买年货，果菜市场买水果，佫然后佫去虎头边来佚佗迄是真好的所在。主办单位市府经济发展局表示，13号拜五开始将规划165档，而且疫情解封，现场嘛当提供试食，予业者欢喜行销。同时，新化区公所也推出消费满额送好礼、兑换购物券等好康回馈，希望冲关买气，再创营运的好成绩。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特别过年，国校的学期慢慢结束，由中嘉集团结合新代赞助南一中所办理的微课程，其中 DNA 科学甲应用由胆小的老师带领，课程用引导的方式教学，让学生对当中培养实验的兴趣。在以后，伊嘛以小论文海报来发表成果。为着要让学生探索家己的兴趣，台南一中伫校内办理微课程，其中 DNA 科学甲应用是由中嘉集团甲国立成功大学合作，由陈少燕老师带领，设计为期5礼拜课程内容，除了原本的科学应用，更加高中生物知识加深加固。我们有用引导式的探究，带孩子做一些实验。有关就是如果是生物在压力之下，它的那个再生能力是不是会改变？等等。那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要写成小论文海报。学生以上简单的种日刀，为生长过程断根等植物特征来观察，透过分组进行讨论，以小论文海报的方式记录，搁上台向大家报告。过程当中虽然辛苦，但是透过家己动手做实验，互因学习到足侪物件。他有教我们一些生物的知识，因为在我们学校，生物是2年级开始上的。那他如果有提前教我们这些知识，我们就会在2年级就会比较得心应手一点。与其去看课本上的做实验，其实用自己亲手做实验的话，其实这样的话比较有实用性，因为你要自己亲手做，才可以发现说这个实验的难处是什么，然后跟这个实验的你学到了什么东西。例如我学到的就是种绿豆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养我们也是死的，所以也没有像上面讲的那么简单。我跟他们设计好的实验，但是中间会有很多的弹性，让他们去选择。例如说，他们要选择怎样的刺激代谢物，怎么样的落叶，他们每一组有空间自己选择。那最后呢，就是训练他们表达与分享。写论文当中他们会
练习怎么样整理数据，怎么样分析数据，怎么样论述，然后最后呢，表达分享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中嘉集团长期关心教育，为108年开始。伫台南女中、台南一中、台南二中以及嘉义高中，拢有赞助微课程，佮加上甲生态合作，帮助高中佮大学之间进行人才培育，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先歇阮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近年，预防医学观念兴起，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此外，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像小分子生态、胶原蛋白等。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中华医事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人类都是爱美的，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大概有4万多名的医师，其中1万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自从国中毕业之后，有看到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有在招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像英波拉提多功能肤质检测仪、无针离子美容仪。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像是化妆品调试教室、彩妆教室、造型教室、SPA 生活馆、医美技术教室、情境模拟医学中心，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最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做中学，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例如像艾尔利、益群、佐登尼斯集团等。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美容医学美容师、美容医学咨询师等，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就读我们医美科5专，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实习期间，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让您生活无虞。所以，5专医美选华医，许你直癌一生美丽。虽然这两当受到疫情的冲击，不过台南嘛交出真水的成绩单，包括饭店、民宿市场的投资、甲大房的比率，拢是全国数一数二。另外，争取2024年台湾灯会伫台南等城市的行销，嘛拢真有收获。因应疫情解封以后，新的一档拓展国际观光交流将是重点。
虽然这两档观光产业受疫情冲击，不过观光旅局长郭正辉表示，111年伫市场5位特团队甲业者的努力，特别伫新饭店的成长甲大房比率分别是6都甲全国第一。加上精彩观光活动所带动的城市行销，已经成功争取2024年台湾灯会伫台南举办。会中局长回顾过去一档的努力成果，以向市民报告，同时展望未来，则是加强深耕国际观光。今年度的一些相关的一个重点，有的是中期，有的是长期哦。那我们也希望说，台南哦，我们希望让大家每一次来台南旅游，它都可以有一个全新的感受。那当然，2024年是台湾400年，也是台南的400年哦。那我们也会把这个台南400年的那些暖身的活动，在今年哦陆续推出，包含我们的国际美食论坛哦，也都会是在今年先做一个预先的一个预告。那希望能够在明年度2024年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举把台南的这个台南400推上国际，那把美食观光成为我们台南最重要的一个品牌。台南在拼国际观光、提升国际旅游知名度的同时，就是持续国际航班的努力。除了1月11号正式恢复台南到越南胡志明市航线，来加强东南亚的市场以外，面对日本的航班，更是新的一档努力目标。在去年初的时候，我就找了各个航空公司在谈这个，像比如说像这个河内台南飞河内或者是岘港，还是说日本的除了大阪之外的其他的城市的可能性哈。那当然，香港我们也希望能够等到整个COVID-19 的一个状况更稳定之后跟那边的一个航程呢也可以赶快来启动哦。那其他的我们也都会陆续再跟各航空公司、跟旅行社们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搭配跟合作，希望让台南的民众还有想要来到台南的旅客，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回顾过去，台南旅游环境持续伫2个体升级，为观光建设基础打底，相信拢是未来台南推动观光旅游上大后盾。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根据国民健康署2019年的报告显示，国人患着泌尿道顶胚癌的比率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一。在过去传统的手术需要切除肿瘤，甚至将药剂提掉，造成洗肾的风险。不过现在已经有新的手术。泌尿道散皮癌一般容易发生在70岁以上的族群。在台湾，每年有将近4000名的患者，其中散泌尿道包括腰子、输尿管、散皮出现肿瘤，就被称作散泌尿道散皮癌。传统的手术必须要开腹，将肿瘤来切除，甚至腰子切掉。如果两边散泌尿道散皮癌切除两边的腰子，未来恐惊就必须要洗肾来过日子。因此，基密医学中心提供双侧输尿管镜的肿瘤烧灼术，会用免去洗肾的危机。不过，该手术还是有一定的适应症。如果是标准的治疗，在双侧都有泌尿道上皮癌的话，我们通常都会做双侧的肾脏切除。那因为双侧肾脏切除等于病人已经没有肾脏来过滤血中的毒素，势必一定要洗肾，所以我们双侧肾切除对病人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煎熬。那我们最新的输尿管镜下肿瘤烧灼术呢，它是针对比较小的肿瘤，大概小于2公分，比较表浅型的肿瘤进行烧灼。它的优点有疼痛比较少，而且无手术伤口，并且恢复快，住院天数也比较少。因此，对于一些共病症比较多、肾功能比较不好的病人，可以有效的治疗肿瘤。基密医学中心泌尿外科的医师谢玉泽表示，其实散泌尿道散皮癌的初期症状并无明显，而且大约有15%的病人无症状，通常拢是经过其他的检查才来发现。不过大部分拢是以无痛性的血尿来表现，愈晚期出现的症状包括会疲倦、贫血、
体重减轻等。医师呼吁患者应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会提升存活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